青山道係50年代嘅香港製造心臟，而家迎嚟大爆發，舊工廈大翻新，換上玻璃幕牆、甲級裝修，但租金超親民。初創科技公司爭相進駐，全層重建或長線收租，投資價值極高。長沙灣商貿區強勢崛起，大發展商瘋狂插旗，跨國企業為咗更高性價比，紛紛將總部搬嚟呢度。地鐵沿線優質商廈升值潛力隨時跑贏傳統核心區。人流就係錢流，超高住宅密度加龐大上班族，造就極強消費力。特色咖啡遍地開花，備有大店來去水嘅餐飲神鋪，絕對係投資者兵家必爭之地。交通基建大升級，灰色嘅工廠區已經進化成閃閃發光嘅商貿區。佈局未來而家就係最佳時機。你覺得青山道潛力有幾大？留言話俾我知啦。